这是咱做伙来公修上帝的话，咱来献开圣经马太福音26章57节到68节，按显着咱做伙来读来请。耶稣的阿这石头，该阿发的所在，伫遐的经学士甲长老已经就职。伊着远远地伊到这石头的林内面，听生日三角节，要看迄个结局。在这石头甲全公会找南山的干净攻击耶稣，爱互伊死。虽然侪南山干净的来，也无得着。后来有2个教，讲这个人捌讲，我会毁坏上帝的殿，3日就起伊。这石头起来，甲伊讲：你拢无印吗？这个人所干净你的是啥物？若是耶稣真正，这石头甲伊讲：当这个真话上帝。我命令你上山来甲阮讲，你果然是上帝的囝基督，也毋是。所甲伊讲，你已经讲啦。若是我甲你讲，你这山头你看见人子坐伫有权能的大庭，坐天的云内。对这石头看你家己的衫，讲你公主抢权抢夺的话，也讲也久看什么干净啊？你已经听见伊的掌权速度，你按算怎样？应讲伊开始就去换自己的面。用拳头母情伊，也有用手扇伊，讲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着互咱讲，哈你的是罪。好，以上完成地祝福，有教的话语来行的人。下面是牧师所要谈讲的信息。今日牧师谈讲的题目是谦卑。做人的主，将以下时间交咱牧师。弟兄姊妹大家平安。我是巴黎教会林希亚牧师，真欢喜叫一遍来到湖埔教会。这是我第2遍来啊，敢有记顶一遍偌久进前？疫情的时可能1-2年前啊，时间过了真紧。今日代表台南师行医来甲大家请安报告。台南师行医为大家准备一段影片。咱先来欣赏，咱先来关心，好无？兄弟姊妹以及关心台南新人医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感谢上帝台南新人医对1869年创设到今年已经150几档。过去有真侪人的努力奉献，让这间学校会当继续成长。
传教者甲社会福音工作者的一个场所。搁一摆甲大家感谢过去的关心、带导甲奉献，嘛毋望将来日子嘛继续得到咱的关心、支持、带导甲奉献。多谢大家。我想新乡医对台湾基督长教会来讲是必须要一定爱存在的一间学校，因为伊训练咱的传道人。但是咱敢知影，即摆传道人一班的人数差不多偌济啊？对。较早咱牧师的时代，就是我爸爸的时代，伊是阮爸爸的同学啊，对啊，所以。曾牧师是阮爸爸的同学，对了。所以因迄个时阵咧读的时阵，一班哦，拢三四十个安尼啊，对，30几个安尼啊，对了。即摆大学硕士班哦，差不多10个啊，毋知影敢有够啊，对。所以人数有真侪的改变，真侪改变。即嘛甲咱地方教会的信仰有绝对的关系，因为咱敬畏上帝的人啊，咱长老教会的教士安怎？进步啊，退步，进步啊，退步。对，咱的视世惊字，敢有继续伫教会内面敬拜上帝，这是真大的挑战。我有真侪同学拢是第二春啊，就是因是退休了才去读新学院的，所以拢会当做我爸爸妈妈迄个年纪的人啊。对，所以咱这个时代实在是足需要有一个重新的思考，咱怎样来帮咱支持新学院，其实甲咱每一间教会信仰的起造有关系无？有啦，甲恁的囝儿逝世有敬畏上帝，是敬虔后代有关系无？有啦，有啦。人讲长老教会拢剩老人啊，敢是安尼？有一寡教会毋是哦，但是大部分的教会真正是安尼哦，真正是安尼哦。所以求主帮助咱。我想新学院上重要就是灵性的起造啊，因为咱知影即马连电脑拢会写讲落篇，敢知？电脑 AI 会当替你写讲落篇，敢知？会啊！咱兄弟姊妹伫手机顶面一查就知影神学的理论，你会当查会到的。会啊！所以牧师伫遮的意义伫倒？你等于家己看就好啊。牧师伫遮的意义伫倒？就是牧师家己甲上帝的关系。伊要带领教会进入异象，所以灵性的培养是新学院即马上重要的。所以这是咱爱替新学院来祈祷的，求主帮助。咱替新学院祈祷，求主帮助，互因成做一个灵性起造的所在，成做一个真实起造军队耶稣基督的人。咱嘛爱替地方教会来祈祷，替咱家己祈祷。咱家己嘛爱成做信仰起造、灵性起造、信仰传承的家庭啊。伫厝内爱分享见证无？我会记早前哦，敢咱长老教会的信徒的家庭哦，厝内面哦，爸爸也是阿公哦，拢会叫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，有家庭礼拜无？毋是叫牧师来主持哦，是家庭内面，逐工拢爱做伙组织，做伙分享信仰，做伙三体祈祷，做伙关心需要。所以，迄个时阵的信徒的信仰的坚定。就领受祝福，迄个时代的信徒就带来台湾培教运动的祝福，对吧？但是即马咱可能较毋是安尼哦，大家拢讲做无用的啊，无用啥？无用啥？滑手机，无用趁钱，无用做家己的代志，对无？对。所以咱需要倒来到做面前，咱为着新学院咧关心的时阵，也为着咱家己。厝内面每一个家庭信仰来关心，也为着咱后一代的信仰来关心、来维系、来帮助伊。
所以今日要用谦卑做人的主来分享，未开始讲到进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稳定满满的主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听阮，看顾保守阮的性命。虽然阮会拄着艰难甲挑战，总是你拢陪伴阮，互阮伫每一个事件拢学习感谢。主圣神愿你帮助阮，互阮伫你的教导中来学习，来改变家己，成做你所欢喜的器具。回应你的呼召，见证你的名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去以色列的时阵啊，有去到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所讲的这个大祭司的厝遐，来去甲伊参观，啦。即摆这个所在已经成做一个天主教的礼拜堂，啊内面咱会当入去，啊这个咱看到中有一个坑啊，咱知影耶路撒冷是起伫山顶啊，所以顶面敢有水，因敢有自来水。较早的时代，耶稣时代敢有无啦？所以罗卜拢爱落去山骹抢水起来，啊倒伫家己厝内面的水库，对，厝内面有水池，啊所以当这个水池水因甲用了的时阵，伊就空去啊。但是咱知家己的厝内哦，敢有关人的监狱，敢有无啦？所以耶稣迄当时互人关伫倒，关伫水池内面啊，关伫水池内面啊。啊，会发现到即间厝，认为讲伊是大祭司的厝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伫考古的时阵发现到伫即间厝内哦，有足侪圣殿的钱。当时耶稣的时代，耶路撒冷迄个所在是互罗马政府统治，所以罗马政府的钱敢是圣殿的钱。罗马政府的钱顶面佫有该撒的像诶，啊，所以哦，敢会当献互上帝？因认为讲迄是偶像啊，所以袂当献互上帝。所以因来礼拜堂，因来圣殿，每一年来雕记上帝的时阵，因爱换钱，爱换圣殿的钱，才会当入去奉献，啊，所以过去哦，耶稣为虾米做生气去圣殿内面兵倒？因为因就是用这个汇率差。因遮个法利赛人、遮个利未人拢趁遮个钱，所以耶稣足生气的，去甲冰倒。啊，所以伫即间厝内，即间厝毋是伫圣殿内面，为虾米有足侪圣殿的钱？因为一定是管理即个制度的真重要人物，即个厝就是大祭司的厝才有可能。所以因发现的时阵，就看到即个所在。即间厝佫足特别的啊！这间厝内面啊，伊内面竟然有甲人绑开刑罚人的所在哦。就咱看其他有一个所在，下骹会当绑骹，顶面当绑手，啊，甲人绑袂了咧，因就会当安怎，甲伊鞭拍刑罚。啊，若拍甲流血咧，伊就因为因是受罗马政府统治，所以袂当甲人拍死，因必须要经过罗马政府审判才会使。所以为着卖互人刑罚到死，因就边仔有一个下盐的所在啊，你若流血，伊就用盐安怎，来撕开止血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当时耶稣去到即个所在啊，有受刑罚无？所以伫迄个所在时阵，心内真悲迫，真毋甘，因为看到耶稣实际上所受的刑罚，其实是超过圣经的描写，57节。就讲掠耶稣的，甲伊带到祭司头该罚的所在，已经有足侪人伫遐聚集啊。这是要应验旧约所讲的，当耶稣要定十字架为咱死进前，因需要亲像羊仔牵到祭司的面前，看伊敢有瑕疵，伊敢是完全的。伊若是完全的，若是无罪，就会当献互上帝。所以这就是咧应验旧约所讲的。所以耶稣互人带去到大祭司的身躯边，去遐创啥？审判讲敢有罪啊！爱完全的才会当去。迄个时阵啊，彼得嘛对咧入去到伫迄个所在啊，然后咧，伊要看啥？看要安怎帮助耶稣？看消息是安怎？看因甲耶稣掠来即个所在要安怎样？因为彼得伫进前讲啊，就算你其他的人拢无群对你，我嘛永远会安怎群对你啊？结果诶。对，彼得伫
这个人来掠耶稣的时阵，已经甲刀揢出来，啊，甲大祭司罗卜的耳仔安怎下落来，然后耶稣甲伊医好好，甲彼得讲，甲刀收起来，因为动刀的会死伫刀下。但是人敢会因为一句话啊，就无我靠家己的气力来保护耶稣，来军队耶稣，敢会？真困难，真挑战啊！你敢会因为一句话就改变？除非你有真深的体会。所以彼得到这个时阵，也搁靠家己的气力想要帮助耶稣，所以伊对到迄个殿院内面，啊，然后伊就要看情势怎样，要看对伊啊，啊，要看敢会当帮助耶稣，要看过来要安怎样，凭家己的本性。咱知影什么是凭家己的本性？就是咱敢若想要靠家己的能力做会到的方式来军队耶稣，敢若想要用家己习惯的方式来敬拜主，敢若想要用家己心里所相信真理的部分来相信来军队，敢若想要摕家己摕出来的奉献，有可能无到1/10。既然凭家己本性来军队主的人，无法度我靠圣神甲上帝心意来军队耶稣，拢敢若远对咧啊！最后，伊就精势所压迫，显出伊的真相，伊就3摆安怎无认主。今日嘛有真侪挂名的基督徒，表面上看起来好亲像伫军队主，但实际上是远对咧啊，保持距离啊，看情势怎样啦。当咱若无真认真亲近主、读圣经、祈祷、领受圣神的充满、敬拜主的生活无尔，若无哦，咱要传福音接触人。你有可能想袂到主伫你身上有啥物款的见证？服侍若拢提示无愿意参与，若要文道训练、要上课，拢无愿意付代价来学习。咱定定敢若想要用家己会使的方式来军队耶稣，所以拢远对咧啊。但是这敢是耶稣对咱的心意？远对伊，敢是耶稣对咱的心意啊？前一阵咱拄着疫情的状况，有人因安尼就无过来聚会无？咱的儿女无信主，咱敢有注意伫因的信仰的传承？若无经过信仰的操练，咱是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你工作需要的时阵，你身体欠安的时阵，人际关系出问题的时阵，家庭出状况的时阵，咱若无信仰的人哦，袂选择用信仰来面对，所以咱就无有见证的性命。咱真容易用原本家己的个性，用社会公义来判断别人，反倒失去信仰。减少聚会，啊！若伫教会内面跋倒，就有人会讲啊，我无爱来聚会啊，埋怨上帝，甲好认耶稣3遍的彼得，安怎共款啊？兄弟姊妹，你若是即款的人，你莫失去毋望哦，因为你还阁活咧，你还阁活咧，代表你阁有悔改的时间，阁有跟对上帝的时间。彼得后来回应上帝，耶稣后来将教会透过彼得起造起来呢。将天国锁匙交予什么人？交予彼得呢？这是因领受圣神充满了生命的改变。所以过去你若无真认真军队啊，所以不要紧，你即马开始，你最即马开始，你会甲上帝相同行，你的家庭的迄个现况会改变，你亲子的关系会恢复，听主的心会搁一遍恢复起来。所以5到9载。这个人就开始找真侪人善的感情来诽谤耶稣，讲伊安怎样。但是摩西律法规定讲哦，爱有2个人，爱有2个人的见证才会当定罪。啊，结果这个人因为拢讲无影无食的事啦，啊，所以敢有2个拢无啊，拢无法度定耶稣的罪啊。啊，就讲一大堆有诶无诶安尼啦。啊，咱搁知影这个时阵啊，什么时间？因去掠耶稣的时阵是。3更半暝呢，因3更半暝去掠耶稣的，啊，所以掠到大祭司的厝了，迄个时阵嘛是安怎？嘛是暗时的3更半暝，3更半暝敢有人咧开议会？敢有？这是讲好的啊，遐个人早就伫遐等啊，讲好的，就是要甲耶稣安怎定死罪啊，伊毋是要见证讲伊敢是上帝的囝，因是要甲耶稣安怎处理掉。伊是要甲耶稣处理了，但是耶稣伫世间所做的事，真正无瑕疵、无点、无啥物无完全的。伊做真侪医治讨帮人的事，医病赶鬼的事，
伊饲饱4000人、5000人，伊做真侪帮助人的事，只是伊教导的内容啊，或者领袖做生气的，但是伊嘛是照真理咧教。所以因做这见证，敢有法度定耶稣的罪？无啦，无法度啦。所以第61节，就有人讲哦，有人见证讲，伊拆毁上帝的殿3日，搁要起起来。圣殿伫犹太人的心中是亲像上帝迄款神圣的。你若侮辱圣殿，就等于侮辱上帝。对，啊是因规个活塞甲生活的中心。所以任何对圣殿无敬畏的话，就是诽谤上帝的名，嘛构成亵渎的罪。所以这宗教徒哦，其实因才是甲圣殿变做插修的人啊，敢毋是？因伫内面做买卖啊，互帮人祈祷的所在拢无通祈祷啊。啊，因搁剥削遮个送香的人，伊来圣殿一定要纳圣殿的税。啊，所以宗教徒啊，其实因才是扭曲，因才是攻击圣殿的人，但是因无知啊。啊，因听到有人干净耶稣讲拆毁3工要甲拆起来，因就甲耶稣呐定甲死安尼啦。啊，所以教会内面哦，若无充满信仰的话哦。那就无充满基督的服侍哦，安尼教会嘛会变做插修呢。真侪人虽然受洗礼，但是伫信仰上无受操练，至到讲出来的话拢甲社会共款。教会内面啊，哪侪人的声音就乱去啊，因为人的话拢会黑白讲啊。我伫巴黎教会无会，人拢过去，人拢讲阮巴黎教会安怎，咱甘知？讲好诶，讲歹诶。外口的人讲教会，大部分拢讲好诶，歹诶。讲歹啊，讲阮教会真有钱啊，因为阮教会有一个厝咧税互别人啊。啊，伊家己的查囝来教会信耶稣了，拢来聚会。啊，伊就伫外口加头问的时阵，就讲讲啊，伊查囝即摆拢无听伊的话啊，来教会以后拢无听话，因为伊叫伊莫去。啊，伊就一直来安尼。讲教会真乱啊！啊，因查囝有一遍互人骗20万啊，伊就讲迄教会骗去的啊。伊个代志黑白斗啊，黑白讲啊。说在地人拢做啊讲东讲西啊，啊，遮个人若信主了，敢袂讲东讲西？会袂？信主了会袂？嘛是会啦，嘛是会啦。教会就做乱的啊。咱有一遍开中会啊，在选举啊，但是因为一寡技术性的问题啊，迄个收票数比开票数较少。什么意思？收票数比开票数较少，对。啊，都有人起来讲啊，做票啊，选举不公安尼啊！啊，在场的拢无输到场了，敢有人遮用伫遐做票？哦，原来就是咱统计的技术是透过4台电脑统计好了，合去第5台电脑整合所有的票数再送出去。啊，结果有其中1台电脑安怎？伊顶一遍的记录未记抬掉，就继续记落去啊！啊，所以超过迄个开票数，啊，这一点技术性的问题啊，对。啊，所以咱若无信仰的反省，咱若无伫信仰内面来讲，咱真容易诚做做假见证，控告教会人，控告教会就控告啥物人？你是控告上帝。咱莫诚做即款的人，咱伫信仰内面好好操练，是就死，毋是就毋是，毋知影就讲毋知影，莫假讲，因为假讲是出伫迄个歹的啊。咱学习亲像耶稣共款，耶稣互遮个人控告，耶稣敢有讲话？耶稣拢恬恬无讲话啦。伊敢若讲见证上帝的话尔，其他伊就安怎，伊拢无讲闲话啦。遐个人甲伊侮辱，甲伊歹见证，讲无影无食的事，伊拢无开喙呢，拢无开喙啊。伊敢若见证主尔。62节，这石头甲伊讲，你拢无赢吗？讲遮伊拢无赢，因为伊安尼审判袂落啊。啊，所以遮个人干净，你是啥物？伊叫伊回应一下啦，你嘛讲一下。耶稣亲像旧约共款。因为伫真问的人的面前，伊也安尼无开喙，伊做安静。耶稣无讲话，对着，互伊一切的控告，伊拢静静。啊，所以后来啊，这时头就问讲啊，你是上帝囝基督是毋是？还即摆耶稣是毋是上帝囝？这是伊受上帝差遣来到世间，唯一要做的见证。所以敢会当无承认，敢会当无讲话？袂使哦。伊坚持要做这个见证，但咱知影，伊若讲伊是上帝的囝，这是啥物意思？
哦，这时头讲，这人还遐骄傲啊，讲敢有人会讲家己是上帝囝，恁敢上帝囝？对，咱拢是上帝囝啊，因为耶稣安尼做，咱拢是上帝囝。但迄个时代啊，若有人讲伊是上帝囝，迄是啥？哦，做摇摆的，这个人哦，较会遮骄傲安尼啊，所以伊就要甲定罪。伊会因为即件代志互定罪，但是伊犹原安怎做见证？伊犹原做见证。其他的人控告伊啥物，伊拢无讲，但是伊做见证，佮讲哦，我甲恁讲，即点了后，恁要看见人子坐伫有权能的大名，坐天的云来哦，伊佮讲甲佮较含，伊佮讲较含，坐天的云来，对。啊，所以这一切拢伫主的内面来成就，拢伫主的内面，未来要成就的事拢。伊拢讲出来，所以咱对伫一切事，其实拢保持着一种宽容态度。比如讲，咱的仪式伫文化上拢会让步啦，但是伫耶稣基督见证顶面，咱选择莫让步。咱即马伫教会主持结婚礼拜的哦，大部分咱拢是带啥？嫁啥？离信者。啊，过身的时阵嘛是啊，因为后代拢无信主，所以会看时无，会看时看日的，这咱拢会当配合的。伊有讲几点爱入房，结婚了几点爱入房，咱会当配合的。其实咱拢会当配合啦，咱这代志拢会当配合啦，对啊，咱个会做者想讲哦，若是有做者无信主的人来哦，安尼无事讲得安怎？讲较短的啊，莫讲伤济安尼啊，对啦，莫讲伤济信仰的代志会袂？可能会啦，但是咱想看觅，你若去参加公祭啊，伊的听数敢会因为基督徒要来有所改变？安尼看来，敢若咱的信仰通有通无对无？啊，因会拢会照做，啊，咱会拢安那，咱做客气的啊，咱伫信仰上做客气，无愿意做见证啊。结婚典礼的时阵，敢会当安排见证的部分？感谢你的父母的时阵，你甲恁兜信仰的见证讲出来，当场嘛有真侪无信主的人会当做见证的，爱拜的，爱拜你爱准备的，爱准备敢做麻烦的，感觉做麻烦就安怎？就无见证安尼，就失去一个见证主的机会安尼。所以有时阵咱常常。做者心伫咱家己所意爱的部分，咱做者心伫祈祷甲做见证、传福音以外的事，咱做伊啊自餐，咱做伊啊团契旅游、敬生会、电影欣赏、进摊，但是祈祷会、传福音、行小组，敢有咧做？咱敢愿意传福音的心志，敢有真正带人跟对耶稣？有时阵咱注重毋对代志，至到咱即马。教会哪来哪灵心倒退，因为咱哪来哪无咧做耶稣吩咐咱应该做的事。所以65这时头听见伊就甲交个衫拆哩，伊所穿的衫是衣服着，是上顶上帝同在的衫。因兜伊的亲人过身，伊拢袂当掠即领衫呢。但是伊掠即领衫代表啥？代表上帝受侮辱，所以伊心内做痛痛做背包，所以伊拆哩伊的衫，表达。伊上大的心内的迄个痛痛安尼，所以讲耶稣讲这个掌权下毒的话，讲这个啊，所以就问大家讲你意见怎样？你意见怎样？已经讲这个掌权下毒，恁拍算怎样啊？啊，因就本来就是要甲耶稣安怎定罪啦，所以因本来就要甲耶稣定罪。耶稣讲伊是上帝的囝。这时头文书这经学书，因对圣经有熟无？因旧约有熟无？足熟的啦，可能拢会晓背啊。因为咱看耶稣来的时阵，敢有带来弥赛亚的祝福，就是车马伫咧看见，摆脚会行路，然后诶受压制的伫咧自由，受捆绑的伫咧逃亡。敢有发生这件代志？因无去见证这啊，因就是大耶稣讲这个罪，我就是要甲伊定罪，我就是要甲定。真侪宗教徒
伫咱教会听书的名词内面啊、名目内面啊、宗教用语内面有足侪坚持啊，却忽略属灵的实际。递到咱将耶稣定罪，递到咱的宗派注重伫错误应该爱关心的事。咱无传福音，无做见证，咱无一定注重。但是咱礼拜若无用台语，咱敢有法度？啊，圣歌队若无献诗，敢会使？咱若无用圣诗，敢会当？迄圣经拢无写爱哦，咱敢会当卖用？敢会当为着传福音，为着要互人来教会，咱有一寡较改变的想法？这是真大的挑战哦，这是真大的挑战。为着福音哦，教会一定要为着福音哦。现在若有任何人甲团体，因家己的利益、家己的坚持，放伫上帝旨意的顶面啊，就会扮演太耶稣的角色。咱遮上先甲耶稣定罪死的，就是犹太人啊。上大声无遵守上帝命令，有可能嘛是教会哦。咱爱热心伫什么款的事？咱的后代敢有伫教会内面？咱的主日学敢有兴旺？敢有真侪囡仔愿意来？若无，咱爱自信伫遮个部分，因为若无做，咱教会敢有未来？师兄若无传承，咱教会敢有未来？啊，但是要做囡仔，做好做啊，做歹做，做侪挑战哦。咱请一个牧师来，请伊去主日学教遐个信用，教遐囡仔，也是请伊伫教大人。咱大部分拢请啥？新学生去教啥？囡仔教主日学，但是什么才是教会未来较重要的事？咱是毋是全部拢应该落去做啥？做咱的后一辈信仰的栽培。因为若无哦，咱真危机哦。咱过来哦，有可能拢无人哦。这人外苦哦，最后一节，因家耶稣定罪有合理的理由了，因就家耶稣安怎？配喙烂，用金头母甲整，用手甲扇。因是学道的，也是文书祭司，也是经学士。因敢好亲像学道的呢，拢做这个事呢，拢做这个事呢。佮家耶稣逆讲你先知要甲你拍是啥？上帝当然嘛知影家耶稣拍的遐个人是啥物人，遐个人毋是咱。求主怜悯，遐个人毋是咱，莫是咱啊。因为即摆咱的环境、咱的体制、咱文化有可能是安尼，真侪互你感觉啊，真困难，无法度改变，真侪无奈。但是只有属伫上帝的人，因愿意出来面对，愿意付代价来改变，才会成就上帝的祝福啊。过去才会见证，亲像台南新行医的起造，台南新行医为着要起造在地，咱台湾人起来会当成做牧师，会当传福音，所以训练当时的传道人。这真重要无？真重要，但是敢有真好起造？公报社敢有真好起造？第一台印刷机对英国坐3个月货柜来台迄间是无货柜，第3个月船来，啊，巴克普斯去遐学习，先去英国学习1个月了，才甲伊运转来，啊，成做台湾第一个报纸。足轻松来足忝。啊，佮教咱安怎使用诶？啊，但是公报社就安尼，互当时诶教会会当彼此联络、彼此诶消息，啊，佮有现代真进步西方诶财物，拢伫初期公报、教会公报内面咧传讲啊，真困难诶。马街嘛是来到台湾宣教，敢有足轻松诶？伊互人破啥？伊互破迄垃圾物件呢，伊互人赶，互人骂呢。但伊甲台湾的医疗安怎起造起来，足辛苦的。啊，愈过去愈上无法度受教育，伊就什么啥？愈重，帮衬女性，帮衬查甫甲查某人，拢会当受教育，拢会当平等，拢对着时代当进步。教会发展白话字。互咱本来真侪毋捌字的人，因会晓读圣经，会晓读字，会晓因为读白话字来得到财物，受训练起来。这拢是真轻松的工作吗？这拢是有人愿意付代价，
甲教会起造起来，甲这个代志起造起来，才会成就的呢。所以现在嘛，咱们徛远远伫遐看，像彼得共款啦。遐徛远远伫遐看的人哦，最后拢会无认耶稣啊。伊若看到情势毋对，伊就走去啊。彼得后来就走去啊。但是若是圣神的充满，了后伊悔改，上帝甲教会透过伊起造起来。咱即个时代，无论传福音的方式、文道训练的课程、硬体更新，咱拢爱做伙进步，爱加入爱做伙做。上帝教会，上帝需要受起造。咱后埔即个所在，教会有这无？教会有这无？板桥即个所在，教会有这无？足济啦，足济啦。但是为什么有的教会真兴旺，人一直来？为什么有的无？咱若知影，咱若无传福音嘛，上帝就使用什么人？你若无传福音，上帝要使用什么人？就使用别间教会别个人啊，甲你敢有关系？无啊，因为需要福音的人足济啊，做工的人安怎？真少啦。所以咱若无开始传福音，无转来到信仰内面，无自信是上帝讲，复兴的一定是别人。人看到这间教会安尼礼拜，看到迄间教会安尼聚会，人要选择倒一个所在啊？要选择倒一个所在啊？所以改变军队耶稣最重要。咱无啥物一定爱坚持的，只有伫见证上帝的性命、传福音顶面爱坚持。对恁厝内就开始爱坚持，爱做家庭的这一段。伫厝内就要好好信仰传承。莫讲咱顶咧教会囡仔拢去外教派，有真济拢无信仰啊。我最近得到一个做无好的消息，我的三伯的孙，就是我的侄仔，我的三伯的孙已经出去外口。伊才国中尔，伊已经开始咧食毒去走帮派啊！为什么安尼？因为我三伯这个三五过去迄个时代的人，生活过了足辛苦，所以足惊无钱的，所以硬死要趁钱，所以因伫吊骹拿边遐种任务，啊，搁爱去大法官去上班，因讲安尼种任务趁无够，对啊，搁爱去上班，安尼趁有济无？有啊，但是因敢有时间陪伴因的囡仔甲孙，无咧。伊已经做到2礼拜前的拜五，伊已经做到，因为无正常食胃拢受伤，啊，心脏嘛袂堪进，因为我三伯嘛差不多70岁左右啊，迄身躯已经挡袂牢啊，所以就挂急诊，啊，因就送伊去高雄医院做检查，啊，隔工阮爸爸要去甲阮三伯看，就是因哥哥看的时阵啊，我三五已经无伫遐，三五走迄队，走等于拿笔种任务啊，因翁搁伫急诊室，啊，伊已经走等于足惊趁无钱安尼啦，已经走去啊，安尼啦，伊人生为着趁钱咧我，啊，我三五嘛已经癌症啊，伊搁继续安尼操安尼做，啊，我的侄仔就是因的孙啊。伊家庭无完全啊，伊妈妈因为是阮哥哥，可能阮堂哥啊，就无真注男女的交往，所以生出来的囡仔咧算的啦，算出来啊，所以伊的迄个女伴嘛无爱即个囡仔嘛，搁要继续算，所以就甲伊等咧就离开啊，所以伊是一个无老母的囡仔。啊，我的堂哥嘛无法度真好，诚做一个老爸的教导来听伊。啊，我的三伯三姆规工拢伫外口安怎趁钱，所以即马我的三伯已经甲我即个侄仔苦劝讲哦，毋是苦劝伊倒来教会啊，是苦劝你要跟伊好好读册啊。伊连学校拢无去啊，苦劝你等伊好好读册啊。迄个伊就应讲哦，好啊，你互我钱我就转去啊。啊，但是伊摕着钱了去创啥？伊就去食毒啦。啊，即马咱无用一世人哦。有可能最后你的钱拢伫病院，也是恁的囝儿孙伫遐食毒拢算去。咱莫讲这信用的了尾仔囝，咱莫讲这信用的了尾仔囝。咱伫关键的时代，咱一定要往咱的儿童，往咱的后一代，往传福音的路去行。对，若无咱就结束了。李克负责伊分享讲，教会现在若无做2项事，会走投无路。第一项就是。找求迷途的人，这就是啥？
传福音嘛。真正的门徒被训练是啥物？就是咱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是跟对耶稣的门徒啊。咱毋是来教会享受的啊，享乐的啊，毋是来教会做人客的啊。你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啊，你是主人，你是爱分享见证的，你是爱将教会起造起来的。所以邀请咱，耶稣为咱付出遮尔大的代价，咱即摆教会袂当无亏力。耶稣已经甲权柄、甲能力都予咱啊，咱会当医病透病，咱会当赶鬼，咱会当分享好的见证，咱的信仰、咱的儿女会当伫信仰内面，因的性命受真实的起造，毋是跋倒伫即个世界。这拢是上帝予咱的能力，咱要坚持。恁每一天的灵修祈祷，恁每一天为恁的囝儿孙好好祈祷，求上帝帮助。所以要请大家咱做伙来祈祷，互咱有一个愿意互上帝用的心，求主嘛恢复咱进入伊命定的祝福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感谢老李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透过你的话，透过你为阮所做的这一切，阮在阮的性命拢是属于你的。主，你为阮承担阮的刑罚，阮的罪恶，互阮会当坦然无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主，总是阮面对时代的改变，主，阮需要跟对你的脚步。愿你帮助阮有一个愿意跟对你的心，特别对厝内就开始，主有好好的家庭的这段，甲厝内面大大小小家庭和好，夫妇两人彼此相疼，牵手来见证你的名。帮助阮甲囝儿孙的关系，甲长辈的关系，会当恢复一个彼此相疼的心。因为伫祈祷中互相纪念彼此的需要，所以阮真实相疼。主帮助阮莫浪费时间伫即个世代，伫即个世界，直到阮超找袂着主你的旨意。愿你心意永远的显明，带领阮真做跟对你的门徒，一世人无外出，真做见证你的见证人。主啊，你的见证伫阮的内面大大扩展。愿你施恩赐福伫阮的中间，引带阮的脚步，帮助阮受操练，愿意顺服。帮助阮起造，特别伫阮的后一代，阮遐个还未来到你面前的人，主，遐个拢是阮所疼的亲人，主，阮的囝儿孙，求你帮助因，互因真做敬虔的做类，世世代代服侍你，直到记住你的面。当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